我细细就喜欢做模型，所以对其他那个东西动感兴趣。比起那个包含所有最高级的创意机器，对我来讲越复杂越高级，我会上爱，也就是来自自己的一份热情。大多数嘅人都有嘅飞行梦，但系未来想成为唔系嘅飞行员，系一个飞机工程师，然后蛮好玩。未来想自家飞架自己架飞机，并从用飞机上边，也就会哪个梦想。都来吧，一致的，对。没有确认啊，还不行，继续，再来。没有几门课哦。再来。平常2年级上学期会做的实习课程叫做飞机轮胎拆装，那会去了解飞机的轮胎里面的构造、刹车盘构造，然后它的那些液压系统，然后去了解，然后并拆除它，再安装回去。这个拆装过程就是跟在飞机上就是停机线的流程是一模一样，然后需要一些安全准备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，这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。对。年前也嘅做得对飞行机修正技术讲到游来游去嘅学生嘅，就系亚摆爱体验嘅主角。桃园太兴高中飞行机修正科3年生嘅莫孝安。对其详细嘅技术飞行机嘅啲呢拆下来嘅过程地图，看得出来佢对专业课程当中还不少功夫哦。因为我是就是当学校培育选手，还要去参加全国性的竞赛，所以老师会对我的要求会比较严格，所以对那些拆装的话，他会比较要求我需要做的确实，然后要求会比较比其他学生还要好。做一个技能竞赛选手，本校安啲专业技术当中嘅学习，自然比其他嘅同学还会加倍嘅用心老散忙。不过喺讲话当中，散发出佢嘅自信，啥还係要當到要好好加強嘅弱點哦。英文对飞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，以后你要进航空公司或去维修军机方面的，都是非常麻烦。我自己英文能力呢，其实没有说很好。如果要去背一个单字，我可能要比别人花上多点时间。但我觉得我是科内的精英，因为我得到了飞修科就是全国技能竞赛北区预赛第3名。那个老师说都是捡到的啦，但我觉得我还是用努力去练习。那我自己也做出了蛮多飞机，证照全部考到。应该说这一届的话，我可能会比较有名。对，有些学弟都还蛮崇拜我的。真的没有骗你。看来校园同站调嘅表现，唔但将本期变做学校地图有名嘅人，佢行卡出钳嘅参加校内航空赛嘅活动，未留同學強下對實驗、技術嘅家嘅到貴嘅飛行機嘅成品，全部都係手工做出來嘅哦。行卡帶得講嘅係，也都是每一般普通嘅模型飛行機哦。这是线控飞机。线控飞机就是比较古老，在还没有遥控的时代，外国人玩的飞机是用2条线操控它，然后是用引擎作为动力，然后往外拉做圆周运动，这叫线控飞机。对，这是我们社团比较特殊的一项活动，线控飞机。全台的高职只有这个社团航空社在飞线控飞机。我们觉得线控飞机它主要难的地方是在制作，飞的话其实没有说遥控那么难，所以你懂得制作线控飞机，你再去玩遥控飞机，你会觉得特别的简单。我从小就喜欢机械。那我在升学部分的时候，去选择了机械方面的科系。飞修科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科系，飞机是一个包含所有科技里面事实上算最高等。学会修护飞机之后呢，你去学习其他的会觉得比较轻松。因为我其实蛮想从自己有手中做出一架属于自己设计的飞机。
那我了解这些构造之后，我就往上爬，继续去参与设计飞机的计划。校园对自家南北嘅职场已經有一套完整嘅規劃咧。不過設計飛行機還係要先對首長好好打好基礎。故說為了本機嘅夢想較簡單嘅，人禮拜就特別安排佢來到台灣首長飛行機技術真厲害嘅所在，咪就係專精分享2000首長技術嘅新竹空軍機體。帶定佢嘅牛年係受到法國培訓嘅資深教官劉振玉士官長親身來帶佢，相信聽眾做得可以校園下較開發嘅研究。大家好，你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空军499联队。说明几件事情。好，第一个，我是发修分队的士官长刘振玉，由我来带领你体验一下发修工厂各个相关的事项。我觉得士官长人还蛮亲切，跟我想象中那种严谨，然后就是很严肃的那种教官感觉不太相同。他就对我们蛮亲切，然后也很希望教导我，把他学的东西全部都教给我这样。我第一次穿上叉的时候，再看看其他教官，就觉得自己就是像刚进入伍的一个菜鸟，感觉什么都不会。然后他发给我们那个制服，可能要懂得这一行类的人看到才会觉得很佩服。穿上它就是有非常特别的一种能力，可以去维修这方面。老妈好，早安，你好。跟你介绍一下哈，今天我们要做的实习的工作看过这东西吗？有概念这是什么吗？发动机。在学校学过是吗？对，老师有教。对，OK。在我们的工作区域里面啊，这条黄线意味着什么嘞？你只要踩进这个区域里面以后，你就要开始提高12万分的专注力。非常的特殊，一进来就是只有哇发动机，我可以实际碰到修过真正的发动机。那学校是那种 J79，就是淘汰式的，那零件就是差异非常的多，这种全部都是管路。那我实际要去跟 J79去实际去对比哪个位置，那真的很难去记，因为它是现代的发动机，跟以前 J79发动机会不一样。手册上告诉我们的管子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看图核对。你现在拆的管子是不是我们的手册要告诉你要拆的管子？中译本跟原文本里面036小莫管子要拆开，要练习看英文啊，知道吗 ？OK， 对。对啊，在我们的修飞机里面，全部都是英文，知道吗？原文很重要。对啊。雖然講首長說明書有簡單嘅中文翻譯，不過但將係付出嘅功能聽聽，會行較精緻嘅確聽各種欄件拆裝嘅步驟，行係會做定英文說明書為主。故所我做一個專業嘅飛行機首長技術員，英文嘅基礎總唔得太差哦，係冇辦法看唔識原文說明書，幾時就麻煩了。小莫懂那個意思嗎？我懂。那刚刚班长讲的底下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那个修改的日期嘛？对啊，就是学校我有翻过 IPC 或 AM， 所以就是有些格式大概会了解。好，那你既然讲到 IPC 是什么？IPC 是图检零件手册。图检零件手册。就是看图的，对照。它主要是就是看飞机的，就是零件，它是用图去表示出来的。MM 呢？飞机维修修复手册 ，Aircraft Maintenance Manual。好，老师教的好，不错。OK， 小莫的表现，他很肯学，也很敢问。如果他分配到我的单位，我会很乐见这种学生到我的单位里面来，肯学。第二个，对飞机修复来说有很好的概念，又开得起玩笑，然后能跟大家融合在一块，在目前线下的时下的年轻人来讲，这是很不容易见到的人。来，等一下，嘉祥，应该是学生拿吧？好，忘记了。
跟学校不同，就是学校就是学长叫你怎么猜，或者是老师叫怎么猜，你就照着老师那个方式叫人猜。可是在这边不是这样，你要完全照着既定的规则，然后去翻着既定，然后看它的原文书，然后中文对照。那拆除的时候，就是用到的工具也是我们学校没有看过，是那种专业实际上在修飞机的那些拆除工具，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，蛮特别的啦。看来做的情书名到分享2000也种先进的发通机，本校园带出来很较旺盛的学习热情，也种态度，每本事观众愿意本机有很卡到情书去做的机会哦。对，所以现在是你来猜，让他试。我来固定这样。哦，所以这是2个人做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的工作都是 team work， 成双成对的。好，对啊，很难一个人独立的作业。OK， 没有团队的合作是做不起来的，懂不懂？单打独斗没用啊，现在不流行单挑，知道吗？那就直接猜咯。来，开始上手。就是打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累，单纯就只有架子，我觉得打得满头汗。加油加油！大概顶到顶多久？到我喊停为止。听听发通机，天天的升起来。校园人生当中，第一摆做的情书首长分享2000发通机的机会，没就开始嘞。你还没喺当到培养机首长课的同学，万梦都会想嘅哦。第一次戴手套做是有点不习惯。戴手套，第一个保护你的手，第二个，你手上的汉字带有盐分啊，会伤到工具。国家的东西啊很贵的，任何一样东西都一样，你要晓得保护它，也要晓得保护自己，懂不懂？好，等一下，你怎么保证它东西不会掉下来？你说有垫片吗？对啊，有垫片或者垫圈呢。东西如果掉进去，你知道多难捡吗？这些附件要拆，那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啊。如果你东西掉下去怎么办 ？FOD 耶。那你的意思是不管它还是要剪啊？要剪，对啊，直接把它捡起来。OK， 懂吗？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这里，我的重点在你在拆东西的时候，怎么可以掉东西？冇唔错，全神专心嘅态度，係培养佢手掌技术時天錯嘅把握嘅原則。尤其發通機是喺幾台培養機輕重要嘅核心，所以一粒細細嘅螺絲嘅跌落去，就有可能一下嘅幾下以納稅人嘅辛苦錢就冇得了。學校是有跟我們講說，就是拆東西的時候也是要嚴謹。那真的沒有想到這邊就是掉下去，就是真的是非常難找，因為它是一個地底下的一個洞，那要去找就是非常難。然後發動機場每一個東西都是，因為它是實際的啊，它是可以飛的。那東西掉進去的時候，你要把其他的組件拆開，那要拆開的時間要花個好幾天，那就是非常麻煩啊。除啲校園行啲好奇研究等複雜嘅發通機嘅世界，施工中要帶定同事實地過來推一個大馬鼓，可以來搶檢查大盤嘅東西，到底係做乜嘅用嘅呢？来了，再接下来哈，像这个就是我们发动机的拆装升举车，拆装升举车。这滚轮，你看它中间一个滑轨有没有？中间一个滑轨，它就是借由这个滑轨慢慢拉，用拉力的方式把发动机拉出来，从飞机里面拉出来。因现在没有发动机在上面，虽然是让你体验一下，但是也会很费力。这2只给你，把它装上去。对啊，现在就装。对啊，装上去啊。接下来要打之前，稍微活动一下筋骨。好，我啦，年纪稍微有一点了嘛，筋骨会比较硬，对啊，我会稍微动一动，年轻人，我动一动是告诉你，来，这个交给你，
来，是冇老到一台插装车，做得强强松松嘅上上下下哦。係冇油呢嘅手臂、老體力，嘅是當難操作嘅。冇錯，爭一下嘅好人就已經汗流滿落咧。出力呀、加油加油！这大概顶都要顶多久？到我喊停为止。开始觉得手有点酸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打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累，就是现在只光就是单纯就只有架子，我觉得打得满头汗。那等发动机上去那种2吨重那种，基本上说那种很重的人，大概打个10下可能就换了。我觉得我可能一下可能就压不下去吧，就是蛮特别的。当然啦，现在你打比较轻松啦。如果有一个2吨重的东西压在上面的话，你应该打4下，你应该就昏倒了。我要放架子喽。搭架嘅係一個當好體力嘅條路，故所接上係用團隊輪流嘅方式強下來完成。接下來，士官長愛本好人去體驗嘅，咪係另外一項需要團隊合作，有關到飛行機起降嘅安全，且推進的精彩嘅條路哦。好，来注意 ，FOD 一路前进。小莫不是一味的往前走，头要低低看，要找对，要扫。虽然说这是个很枯燥的工作啦，但是飞机的轮胎就是不能压到这些碎石子，会有硬伤，你知道吗？FOD 清除啊，那跑道上可能会有一些碎石头或是杂物，那这对飞机就是轮胎会有一些硬伤、磕伤的情况，就在飞机就是进场前，然后就把它清除吧。对，那平常在学校没有跑道，不太会去做这种事情。其实跑道超干净的，就是碎石其实也扫不到什么，就一点沙子这样子。其实走了那么久，扫不到什么东西，对。每次到跑道安全里，係因為一項當年都會做嘅跑道變數條路，都會徹底嘅認真去做，按樣將做的每本飛行機受到任何嘅損傷，故所了嘅看起來簡單又無聊嘅工作，是係帶點當重要嘅備案考慮哦。長貓，小莫，安全帽也带来了。對。好。你对飞机结构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，哦，待会会让你拆卸飞机上的盖板。这个帽子，好，你不要以为它是滑板的哦，这是保护你的安全，保护你头部的安全。你可以看到你在工作中很有可能因为人家叫，或者因为要拿什么工具，会突然抬头，哦，这个时候你头很有可能去撞击到飞机的结构，结构一定比人脑袋瓜还硬，对啊。修飞机不是拿命去换，修飞机是拿经验来换。把这些盖板拆下来，来开始吧。开始吗？直接使用一字改锥吗？还是没有十字的吗？学校是这样教你的吗？不是哦，要用对的工具。我看你拿这一型工具好像比较生疏哈。对，在学校第一次接触，在学校没用过。对。就因为平常都是用一字起或十字起，然后飞机才能改锥，就用改锥去拆，就比较快。那现在是用就是用另类的工具去拆，会觉得不顺手。然后第一次也可能第一次使用啊，转起来怪怪的。雖然講對使用嘅工具冇乜嘅熟悉，士官長還係希望做得可能好玩解決問題嘅能力。故所會記第10分鐘地度完成該班嘅拆裝，也未算係嚴肅考驗哦。教官士官長給我10分鐘，然後這樣子拆，因為第一次接觸像沒有接觸到的工具，然後實際這樣子拆飛機的蓋板，就是有點小壓力啦。因為我怕就是一不小心弄錯，會傷到飛機的蒙皮，或者是把螺絲滑牙之類的，所以。就你要很專注力的在拆那個螺絲，其實還蠻費精神的。動作要加快嘍。
加把劲，加把劲！女朋友快跟人家跑喽，加油哦！这样好多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确定好了？确定？你糟糕了，你的工具点了没？有没有？对，那你刚刚做的前段呢，也要去检查。好，感受到那个压力没有？有哈，压力。对啊，这就有让你体验到，我们平常在停机线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所承担到的压力，这就是时间的压力。人就是因为有压力才会长大，懂不懂？让你好好体验一下。在我们这个工作的领域里面，我们本来就要必须有高度的专注力，不可以心有旁骛啊。对啊，我们试想一下，飞在天上飞，没办法到处停，对啊，车子还可以到处停。如果发动机出了致命的一些危机出现啊，是因为我们维修人员因为一个不注意，一个不小心，少装了什么东西，少上了什么东西。如果要用一条人命去换，这是多么不值得的东西。而且一架飞机是几十亿美金的公帑，所以专注力也是要对得起我们自己，对得起我们这份工作。对，所以我跟小莫在做提示的时候，叫他一定要专心，对，专心才学得到东西，专心才会得到安全。是我第一次那么近的距离，大概就有2-3公尺，就是接近换下两间。那他做起飞 take off 时，他就有那2-3秒。那他经过那几秒，就是震撼，发动机像怪兽在怒吼这样。其实心中就一个哇，然后后面一大堆惊叹号，就这样。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来到新竹这边。其实来这边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多学。学到就是学校学不到的东西，可能我的欲望太高，我觉得我学的还是不够多。我想要把它全部学完，就是发动机上面所有的构造，我都想要把它一一的去了解它。我会想要去学习更多，所以今天就是只有这样子，觉得有点可惜。校园要指导大嫂，要代表佢真正对比项机修正有当过嘅熱情。我希望佢帶定了解你具體地度累積到嘅經驗，保持一樣散漫學習嘅態度，對待這份比樣機修正嘅夢想繼續前進哦。小莫，哦，雖然我們相處的時間不是很久，但是我看到你有那股熱忱，哦，然後那股肯拼的拼勁，哦，然後肯學向上的心很重要，我很欣賞。哦，但是你有些不足的地方，哦，你膽子要再大一點，哦，不要怕犯錯，不要怕問問題，英文再加強一點，相信你會在這個職場上大放異彩，發光發熱，絕對沒問題，加油！如果這次來到空軍基地體驗飛機修護工作，從中發現到鐵路上面安全是最重要的事。我會好好加強我的英文，乃中幹下士官上高乃輕懂。我未來會繼續在飛機修護上厚厚加印。